去年开始实施交通违规爱记点的新制，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即阵阁表示，长要建议修改制度。若是犯着乌白停车、正向塞车等等即寡罚金伫咧1200块以下违规行为，就无被干记点。家庭者工会是表示肯定，不过行人路权团体就批评交通政策行倒退。去年一个台南查某囡仔过人行道不幸，互人弄死亡，引起外界真侪要求交通改革的声音。不过去年6月30日，交通违规记点新制上路，又搁引起职业驾驶的抗议，互交通的政策这几个月伫行人路权甲驾驶生活权这两边一直伫调整。最近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正伫研究交通违规细罪无记点。如果我们只针对的不断的是针对单一面向的处罚这件事情，事实上它并不会去让道路交通改善这件事情它有明显的往前走。12以下违规包括驾驶的时阵使用手机反向行驶、路边违停、变换车道、无拍方向灯等等。路权团体发现，去年1月至11月，交通死亡的人数达到2759人，严重事故的件数甚至阁创下历年同期的新高。批评交通部若无提出长期的工程规划甲交通政策，即马甚至阁想要行倒转去原路。汽车现在比较会体谅行人了，有没有感觉到？好。稍微开始萌芽这样子的行人的意识，居然交通部长想要走回头路。如果部长既然短期有必要去加强执法的话，为何现在可以取消、可以回头？而中长期的规划又在哪里？路权团体是批评政策不是满草的七方向，无应该随定随改。这个驾驶认为，无应该只是单方面要求特定族群做改善甲处罚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伊理解双方的声音，不过即马就是有细罪无法这个精神，希望会当得到平衡，伫52抗新内阁上路前会当完成修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